我想你老實答我一個問題：你投資有冇試過一買就跌？如果有，其實唔係你唔識投資，而係你同99%人一樣用錯咗方法。我以前都係咁，研究公司、睇新聞、睇 YouTube，覺得自己好理性，但係結果係一樣輸錢。直到我後來先發現一樣嘢：投資輸錢，大多數時候根本唔關你揀咗邊隻股票，而係你做錯咗三樣嘢，幾乎所有人都會中。如果你唔改，你之後買咩都係一樣結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小馬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話題。你有冇試過投資蝕咗好多錢？或者你而家正好想開始投資，但又驚會蝕錢？我話你知，我自己都經歷過呢啲，而且我發現咗一樣嘢，99%嘅人都犯咗同一個錯誤。冇錯，就係99%。呢條片唔係教你點樣揀股票，點樣睇圖表，點樣分析公司報表，因為呢啲知識周圍都係，你網上一個幾十分鐘就學得識。但係我今日要同你講嘅係一樣更根本嘅嘢，係一樣99%人都踩過嘅陷阱。而且一旦你識咗呢啲陷阱，你就會避開好多蝕錢嘅情況。所以呢條片，我呼籲你一定要用心睇，因為會幫到你。我一陣間會同你講，第一個，為乜嘢你一直都輸錢？第二個，三大根本錯誤好公司點解仲會蝕錢？情緒點解會偷走你啲錢？冇策略點解等於靠運氣？第三個，正確嘅三步做法。最後我會講一啲你可能諗唔到嘅反轉觀點。好，我哋開始啦。問題切入。首先我想問大家個問題：你有冇經歷過呢樣嘢？我呢度講嘅係一個真實個案，唔係我講得天花亂墜，而係真實發生過嘅故事。想象你某一日打開新聞睇 YouTube，望住朋友圈，全部人都係講某隻股票，新聞大幅報道佢點樣點樣升，分析員講佢係黑馬，係下一個風口，係未來嘅贏家。你開始心動，於是你用咗一個晚上做咗好多研究，睇年報、睇業績、睇佢啲護城河，睇佢嘅競爭優勢，越睇越覺得係佢呢間公司真係好掂。於是你決定買入。當你撳個確認鍵嘅時候，你好開心，覺得自己識貨，覺得自己要發達啦。但係第二日股票開始跌，可能唔多，跌個3%、5%咁咯。你開始有少少驚，但係你安慰自己冇事，短期波動啦。但係股票繼續跌，跌咗10%，呢陣你開始不安，你不斷咁問自己：我係咪買錯咗？係咪買個時機唔啱？會唔會繼續跌？跌到15%、20%，你就真係驚咗。你睇住賬戶上面嘅數字，蝕咗好多錢，你無法集中注意力做任何嘢，成日都係諗緊呢隻股票。最後你頂唔住，你決定認輸。你將股票賣咗，可能蝕咗25%、30%，但係你終於可以鬆一口氣。但係你知道跟住會發生乜嘢嗎？一個禮拜之後，股票開始反彈；一個月之後，股票升返原價；3個月之後，股票創咗新高。而你呢就好後悔，望住隻股升到飛天，心諗點解我要賣啊？點解我要係咁蠢呢？呢個故事我敢賭100蚊，你一定經歷過。而最驚心嘅係呢啲事件唔係偶然，佢有個名字叫做投資者的典型錯誤模式，而且呢個模式會不斷重複發生，除非你識得點樣避開佢。所以呢件事嘅根本原因係乜嘢呢？係咪唔識揀股票？唔係咯，係你行衰運？唔係咯，係你做錯咗一樣好基本嘅嘢。而呢樣嘢我一陣間會逐一同大家拆解。錯誤一：好公司不等於好投資。我哋進入第一個錯誤：好公司唔等於好投資。呢句話聽起來好簡單，但世界上99%嘅散戶都唔明白呢個道理。我同你講個最近發生嘅真實故事，就係今年2026年，全個科技界都喺講一樣嘢 AI。而 Google 作為全球搜尋引擎嘅龍頭，同時又係 AI 技術嘅領先者，自然成為咗投資者嘅寵兒。2月初，Google 宣布咗新嘅 AI 研究成果，市場反應好熱烈。新聞成日話 Google 要成為 AI 龍頭，Google 嘅技術無敵。你上網睇 YouTube、Reddit，全部人都係講 Google 係未來，一定要買。投資者嘅氣氛熱到不得了，所以好多人就決定買入 Google。當時 Google 股價升到幾多呢？$350，呢個係高位，大家都知。但係見到成日都有好消息，大家都驚錯過，所以都係喺350附近買入。但係轉身就係短短3日之後，情況完全反轉。2月5日，Google 股價跌到313，短短3日由350跌到313，跌咗37蚊，跌幅接近10%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係2月初買咗5萬嘅 Google 股票，呢時候你已經蝕咗5000，好多人就喺呢度驚到不得了。一啲人開始後悔，覺得我咁蠢，點解要買呢隻股票？一啲人開始恐慌，覺得會唔會繼續跌？我要唔要賣出？其實心理同埋當時嘅環境都會推動你做出錯誤決定。有啲人就真係承受唔到呢啲心理壓力，做咗止蝕。但你知道接下來發生咗乜嘢嗎？Google 股價又開始反彈，經過2-3個月，到咗5月18日，Google 股價已經升翻到388，388下，比之前嘅350仲要高。所以點解會發生呢種事呢？係咪因為 Google 唔係好公司？唔係，Google 確實係間好公司，佢係全世界最大嘅搜尋引擎，掌控咗大量嘅廣告生意。
佢嘅 AI 技術亦都領先業界。作為一間公司嘅質素嚟講，Google 係好優秀嘅，但問題唔喺公司本身，而喺價格。當投資者對 Google 嘅 AI 前景充滿期待嘅時候，股價就被炒到好高，市場對佢嘅未來預期充滿樂觀。但係一旦呢啲樂觀嘅預期出現一啲小變化，例如有人質疑 Google 嘅 AI 策略，或者有人話 Google 嘅競爭對手追上來，投資者就會感到失望，於是股價就會調整。呢種調整可能會好大，10%下跌唔係罕見，有時候會跌20%、30%。同樣嘅 Google 因為價格唔同，價值就完全唔同。再講一個例子，Apple 係一間好公司嗎？絕對係，全世界最賺錢嘅公司，利潤高到不得了。但你知唔知每一年都會發生乜嘢？每年 iPhone 發佈前後，Apple 股價都會升到好高。點解嘅？因為投資者都驚錯過新產品發佈帶來嘅升幅。佢哋都話 Apple 出新 iPhone 一定會升，我唔買就會蝕底。於是好多人都係喺高位買入。但係之後呢？之後啲股價就會下跌。點解嘅？因為市場已經所有好嘅預期都預計咗新產品嘅發佈，佢已經反映咗喺股價度。所以當股價升到頂，就冇乜驚喜可言。投資者當然會感到失望，股價就會調整。而喺高位買入嘅人當然會蝕錢。所以我要強調嘅係，好公司喺高估值、高價格嘅時候買入，依然會虧損。呢個道理其實好簡單，但係好多人唔明白。我俾個生活化嘅例子，你想買一部 iPhone，平時佢賣7000，你覺得合理，可能會買。但係如果有人話我呢部 iPhone 賣你7萬，你即刻會話你搞笑啦，咁貴我唔買。同樣嘅 iPhone，因為價格唔同，價值就完全唔同。股票都係一樣，Google 係好公司，但係350嘅價格對某啲投資者嚟講就係太貴。買呢個價格就等於買咗貴 iPhone 咁就會蝕錢。所以買股票之前唔應該只問呢係唔係好公司，而應該問呢個價格合唔合理。深挖錯誤一，估值思維沽舊例子。好，我再深入講一下點樣判斷一間公司係唔係貴。有一個概念叫做市盈率，英文叫 PE ratio。佢係乜嘢呢？簡單講就係一間公司嘅股價除佢每年嘅盈利。例如一間公司每年賺$1，但係股價係$20，咁佢嘅 PE 就係20倍。呢個20倍代表你要用20年嘅利潤先至可以回本。反之，如果另外一間公司每年賺$1，但係股價係$10，咁佢嘅 PE 就係10倍。相對嚟講，10倍就平過20倍。所以 PE 越低，通常代表股票越便宜；PE 越高，代表股票越貴。而且相同嘅 PE 倍數喺唔同嘅行業意思可能唔同。例如科技股因為成長快，通常 PE 會高啲；傳統工業股成長慢，PE 就會低啲。所以最好係同一個行業內部比較。依家講翻 Google 喺2026年初期，當 Google 股價高位嗰時，佢嘅 PE 有幾高？我估計應該係好高，可能50幾倍或者更高。為乜嘢？因為市場對 Google 嘅 AI 業務增長充滿期待，願意俾一個好高嘅價格。但係行業平均嚟講，科技股嘅 PE 通常係20幾倍到30幾倍，所以 Google 嘅 PE 如果係50倍，就明顯高於行業平均。呢啲就代表市場對 Google 嘅預期可能偏樂觀咗啲。而當5日股價跌到313嗰時，PE 就會低啲，因為股價跌咗，而盈利冇變，所以 PE 就會自動跌低。呢時候 Google 就變平咗。對於有眼光嘅投資者，呢啲時候反而係買入嘅好機會。我再講一個例子，當年 Tesla 喺2021年高峰期 PE 超過1000倍，係1000倍，而行業平均只係15倍到25倍，所以 Tesla 當時貴到離譜。結果呢，之後股價調整咗好多年，所以貴嘅股票最終都係會調整，冇人可以逃避。同時，我想同大家講個現象，好公司又會跌30%。Apple 係好公司啦，係絕對係，但係 Apple 歷史上都有好多次下跌30%以上。Google 作為好公司，佢嘅股價波幅都好大。重點係好公司嘅質素冇辦法保證股價唔下跌。當估值高企嗰時，下跌就好容易發生。所以我哋建議係買入前必須要問：依家嘅價格合理嗎？而唔係只問呢間係咪好公司。好公司有成千上萬間，蘋果係好公司，Google 係好公司，Microsoft 都係好公司，但有到一間好公司價合理價格嘅組合就冇咁容易。呢種機會唔係每日都有，可能好耐先有一次，但只要你肯等，遲早都會有呢種機會出現。所以好多散戶會蝕錢，唔係因為佢哋唔識揀好公司，好多散戶識得揀好公司，但係佢哋唔識得揀好價格，佢哋見到好公司升到高位就情不自禁去買，結果當然係蝕錢。而聰明嘅投資者咧，佢哋會等到好公司跌到平價嘅時候先至買入，可能要等1年2年，但呢啲人最後都係贏家。所以估值思維係投資最重要嘅技巧之一，比揀股票技巧更重要。第6頁，錯誤2，FOMO 心理。好，我哋進入第2個錯誤。呢個錯誤我咁講比第一個更加嚴重，因為佢唔係知識問題，係心理問題。我同你講個現象，
你有冇試過某一段時間你上 IG、開 YouTube、睇 Facebook，全部都係講賺錢？我用呢個方法，一個月賺咗5萬。我投資咗呢隻股票升3倍，我做咗呢個投資1年賺30%，成日都係賺錢股仔，而且嘅都係真實嘅人，唔係廣告。你朋友都開始講投資、講股票，呢陣你會有乜嘢感受？你會開始諗，咁我點解唔買？再唔買咪好蝕底咯？我再唔上場會後悔嘅。呢個感受有個名字叫做 FOMO，Fear of Missing Out， 意思係怕錯過。FOMO 係乜嘢嚟？佢係一個很強大嘅心理力量，佢會推動你做一啲理性上你本身唔想做嘅決定。當市場升緊嘅時候 ，FOMO 會觸發，你會覺得我唔買唔得，所以你會去買股票。通常係買得最急、價格最高嗰陣時。但係當市場開始跌嘅時候，FOMO 又變咗另外一樣嘢，佢變成咗恐懼。新聞開始話經濟衰退、股市暴跌，小心陷阱。你個朋友個個都話我唔玩啊，俾翻啲錢啊！呢陣 FOMO 變成咗怕下跌，於是你又會做一啲理性上唔應該做嘅決定。你會喺股票低位嘅時候賣鬼咗佢，咁樣就形成咗一個惡性循環，高揸低沽。你知道咁樣做嘅後果係點啊？就係你會一直蝕錢。點解？因為你永遠都係買喺高位，買低位，你啲買賣永遠都係反方向。你成盞燈咁。有研究話過，散戶因為情緒驅動嘅買賣，平均每年會比市場少賺1.5%至2%嘅回報。呢個聽起嚟唔多，但係長期嚟講差別非常大。例如市場一年升10%，你因為情緒買賣，可能只升8.5%。呢啲差別長期積累開去，隨時差咗10萬8萬。所以我想同大家講嘅係呢個錯誤，其實唔係知識問題。你可以好聰明，但如果你唔識控制情緒，你一樣會蝕錢。簡單講，你唔係輸俾市場，你係輸俾你自己。市場每日都係升升跌跌，佢唔會偏私你，但係你自己嘅情緒、你自己嘅 FOMO、你自己嘅恐懼，呢啲先至係真正嘅敵人。錯誤3，冇系統。進入第3個錯誤，冇系統等於靠運氣。我想問大家，你有冇試過做過呢樣嘢？見到股票升你就買，見到股票跌你就驚，見到朋友講某隻股票好你就跟，見到 TVB 啲財演話某個板塊要爆你就走埋去湊熱鬧。呢啲都係隨意嘅決定，冇規劃，冇系統。而當你冇系統嘅時候，實際上你係將自己嘅錢交俾運氣。反觀有啲人就唔同，佢哋係咁做嘅。我決定每個月投3000去一隻 ETF。我決定咗，即使股票升，我都唔會加碼；即使跌，我都唔會止損。我就係定時定額買。我要堅持5年或者10年。呢種人有明確嘅計劃，有清楚嘅規則。佢哋唔係隨意亂買，而係有系統咁執行一個計劃。結果咧，有系統嘅人長期嚟講，通常會比冇系統嘅人賺得多。點解？第一，因為有系統就可以避開情緒決定。當你有規則嘅時候，你就唔需要每日都做決定，你就唔會被 FOMO 左右。第二，有系統通常代表定時定額投資，而定時定額有個好處就係自動響低位買多啲，高位少買啲，你會平均化你嘅買入成本。想象一個例子，你定咗每個月買一隻 ETF， 唔理價格升跌，某個月 ETF 跌咗一半，你照買，咁你呢個月就買咗雙倍數量，而當市場反彈嗰時，你就會賺得好多。反之，如果某個月升咗好多，你自然會少買啲，但起碼你有保護罩防身。相反，冇系統嘅人會點做？佢會見到升就追，見到跌就驚，結果就係買最貴，賣最平。所以冇系統等於靠運氣，而靠運氣長期嚟講係好難贏嘅。我建議大家，如果你真心想投資，第一步唔係乜嘢神仙股，而係寫低你嘅系統，寫低我每個月會投幾多錢，我會投啲乜嘢。如果股票跌20%，我會點樣做？我會堅持定會賣出，我要維持幾多年？將呢啲都寫低，寫低之後你就跟住呢個系統走，唔好臨時改主意，唔好因為新聞就改規劃，就係呢樣先至係投資。正確做法 Step 1。好，我講咗3個大錯誤，而家我要同大家講正確嘅做法。第一步就係建立一個簡單可以執行嘅投資系統。我建議特別係新手可以試試呢個方法，每個月固定投3000去買一隻指數 ETF。乜嘢叫指數 ETF 呀？簡單講就係一隻基金。佢追蹤一個指數，例如標普500指數就係美國最大500間公司嘅組合，譬如 SPY、VOOIV。點解我建議買 ETF 而唔係直接買股票？原因係分散風險。一隻 ETF 裏面有成百間公司，你唔會因為其中一間公司衰退就全盤皆輸，免勞動。你唔需要每日睇盤、分析報表、研究公司，你就係買一隻，然後等平均回報。指數 ETF 嘅長期表現會追隨整個市場，而整個市場歷史上係賺錢嘅。例如美國標普500過去30年嘅平均年回報率係10%，10%聽起嚟唔多，但係持續30年，你嘅錢會升好多倍。
而具體嘅做法就係咁簡單，每個月你喺固定嘅日期投入固定嘅3000去買呢隻 ETF，無論市場升定跌，你都係咁做。呢樣嘢有個好聽嘅名字叫做平均成本法。佢有乜嘢威力呢？想像某個月市場暴跌，ETF 價格跌咗一半，呢個月你投3000就可以買到雙倍數量，而當市場反彈嗰時你就賺咗。相反，某個月市場升咗好多，ETF 貴咗，咁你投3000就只買到少啲，但係起碼你有參與呢段升勢。咁樣無論市場升跌，你都係贏，因為你自動咁響低位多買，響高位少買。呢個方法最掂嘅係佢執行起嚟好簡單，每個月花幾分鐘做個轉帳，按個掣就搞掂。你唔需要睇盤，唔需要分析，唔需要追炒。有啲券商更加有月投系統，你只要做一次設定，每個月就會響你個股票戶口度自動買入，簡單方便，唔使怕唔記得。所以如果你覺得我講得啱，等睇完呢條片，第一樣要做嘅就係開立一個股票戶口，然後執行呢個計劃。我咁講，只要你堅持呢個計劃10年，每月3000，累積成嘅資產一定會係個好驚人嘅數字。正確做法 Step 2，情緒管理。Step 2咧係我認為最重要嘅一步，就係情緒管理。為乜嘢呢？因為如果你冇做好情緒管理，前面嘅系統都有機會被你自己破壞。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很殘酷嘅現實，投資一定會下跌。好多新手開始投資嘅時候都係有個幻想，我投資就係要賺錢，期望每一日都升，每一日都賺。但現實唔係咁，投資一定會有下跌期，而且呢啲下跌係很正常嘅。例如標普500指數，平均每一年都會有一次10%至20%嘅下跌，呢啲都係好正常嘅波動，唔係世界末日。但如果有一次下跌更大呢，會發生嗎？會。例如2020年全球疫情爆發，股市暴跌，標普500一度跌咗34%，好多人都驚死咗，以為世界要完。但你知道之後發生乜嘢嗎？股市開始反彈，到咗2020年年底，股市已經完全收復咗所有虧損，而且創咗新高。所以20%或者30%嘅下跌係好正常嘅，佢會過去。只要你唔係喺最低位賣出，你遲早都會賺翻。但好多人做唔到，好多人見到賬戶蝕咗20%就驚到不得了，就想賣。呢啲人最終都會蝕錢。咁點樣做先至可以避開呢種情況？我有幾個建議。第一，接受現實，你要做心理準備。你嘅投資組合會下跌，而當佢下跌嗰時，你唔可以驚，唔可以亂做決定。第二，設立冷靜期。如果你想買一隻股票，唔好立即買，等72小時3日。3日之後，如果你仍然覺得要買，咁就買。往往經過呢3日，你嘅 FOMO 就會消退。第三，寫情緒日記。每一次你想買或者想賣嘅時候，寫低你嘅原因。寫完之後，等過1個月、2個月，然後翻頭睇你寫過嘅嘢，你會發現好多時候你嘅決定係基於情緒，而唔係邏輯。第四，如果你做緊定投，咁其實你都唔需要做咩決定，你就係照規劃投，唔理升跌，咁樣反而簡單。所以情緒管理係投資最重要嘅技巧，比揀股票技巧更重要。正確做法 Step 3，長期思維。進入第3步，我要同大家講嘅係長期思維。我想同大家講個比喻，投資好似健身，你去做 gym， 你會唔會去咗一次就期望有腹肌啊嘛？唔會啦，你知道要練好身體，要堅持好多年，1個禮拜去幾次，逐漸累積。投資都係一樣，你買咗一隻股票，你唔應該期望1個月賺30%，你應該期望我要堅持10年、20年。點解要咁耐呢？因為有一種魔法叫做複利。我俾個例子，你有1萬，你每年投資回報10%，10年之後呢1萬變成幾多？25,937，升咗1.5倍。但係你再等多10年，到咗20年，呢1萬變成幾多？67,275，升咗6.7倍。同樣係10%嘅回報率，但係時間多啲，結果就完全唔同。呢個就係複利嘅威力。時間越長，複利越強大。所以投資最重要嘅唔係賺得最快，而係堅持得最長。我同大家講一個例子，你一定聽過巴菲特，佢係世界上最成功嘅投資家之一。你知道佢絕大部分嘅財富係幾時累積㗎嗎？係佢50歲之後。佢早年都係辛苦做份工，慢慢累積資本。但佢50歲之後，因為複利效應開始發揮，佢嘅財富開始幾何級數增長。99%嘅財富都係喺最後呢段時間累積嘅。所以佢成功嘅秘訣唔係乜嘢神仙技巧，而係時間同複利。同時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數字，有研究話，積極短線交易嘅散戶80%喺5年內虧損。為乜嘢？因為交易費用，因為行為偏誤，因為追漲殺跌。相反，長期定投嘅投資者，大部分都係賺錢嘅。所以我建議大家設定好你嘅投資時限，最少要5年，最好10年或以上，然後就放心去執行，唔好急。呢個世界最後贏嘅唔係跑得最快嗰個，而係能夠堅持最耐嗰個。投資都係一樣。反轉視角，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反轉嘅觀點。
呢個觀點可能會嚇親大家，但我諗值得講。我其實覺得好多人根本唔應該依家就開始投資，聽起嚟好離譜啦。我成日都係勸你哋投資，而家竟然叫你哋唔好投，但我係認真嘅。我見過太多人因為見人發達就心急去投資，但佢根本未準備好，結果就係蝕錢，甚至蝕到焦慮症，焦慮症變抑鬱症。咁點樣先至叫準備好呢？有3個信號，講明你係仲未準備好。第一，月光光，你啲錢唔夠用，每個月都消費到清光，你邊有閒錢去投資？即使你投資，你都好快就要賣翻出去套現用啦。第二，冇緊急備用金，我建議你要有3到6個月嘅生活費喺銀行，例如你每月生活費1萬，咁你要有3萬到6萬喺銀行。咁樣如果你突然失業或者有急需，你先至唔會被逼賣出你啲投資。第三，一投資就焦慮，你睇緊股票，每日都望住賬戶，緊張佢升升跌跌，影響咗你啲日常生活、睡眠。如果係咁，你根本冇心理基礎去投資。如果你有以上3樣嘅任何一樣，我認真建議你暫時唔好投資，要整頓好自己嘅財務基礎先。點樣整頓呢？咁個順序係咁樣：第一步，訂立穩定嘅收入，一份工先，保證自己有穩定收入。第二步，開始儲錢，把一部分工資儲起來，直到你有咗3到6個月嘅備用金。第三步，還清高息債務。如果你有信用卡債有高息債務嘅，還咗佢先。只有當你完成咗呢3步，你先至可以開始投資。因為投資係一個長期嘅遊戲，你需要穩定嘅心態。如果你嘅生活已經係掹掹緊，投資只會加重你嘅困難。所以我嘅忠告係唔好急，整好個地基先，跟住先起屋。總結與行動清單。好，我哋講咗咁多，而家係時候做個總結。我重申一次，3大錯誤。第一，好公司不等於好投資，你要買嘅唔係最好嘅公司，而係最好嘅價格。第二，你係輸俾你自己，荒蕪同恐懼會阻礙你嘅決定，你要學識管理情緒。第三，冇系統等於靠運氣，你要寫低你嘅投資計劃，然後跟住佢走。而應對呢3樣錯誤，正確嘅做法就係：Step 1，每個月3000，定時定額投資一隻指數 ETF，呢樣嘢最簡單最有效。Step 2，管理好情緒，接受下跌係正常，設立冷靜期，寫情緒日記。Step 3，用10年或更耐嘅時間框架去思考，俾複利發揮威力。如果你真係要開始投資，我建議你即刻做呢啲事。第一，檢視一下自己有冇3到6個月嘅緊急備用金，如果冇，快啲準備。第二，選定一隻指數 ETF，可以係標普500 ETF，可以係 SPY-VOOIVV，揀一隻，然後堅持。第三，寫低你嘅買賣規則，我每個月買幾多，我堅持幾耐，萬一跌20%，我點樣做，全部寫低。做完呢3樣，你就可以開始。我想用一句話嚟總結呢一整堂課：投資唔係鬥你有幾聰明，而係鬥你有幾穩定。聰明嘅人好多，但係能夠穩定執行計劃，冇咁容易被情緒左右嘅人反而少而穩定，先至係投資嘅成功之鑰匙。免責聲明：以上所有內容只係資訊分享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前你要自行評估風險，同時在你做出任何投資決定前，我強烈建議你諮詢專業嘅財務顧問或投資顧問。呢條片係教育性質，唔係投資建議，你要為自己嘅決定負責。都係收睇新手唔會輸系列第1集，下一集我會講點樣用1萬蚊去做投資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，我就懇請你做3樣嘢：第一，訂閱頻道；第二，按讚同分享；第三，喺評論區同我交流。感謝你嘅支持，希望呢條影片能幫助你開啟長期投資之旅。如果你而家仲未投資，或者投資咗但係冇結果，唔好灰心。投資係馬拉松，唔係百米衝刺。只要你開始咗並且堅持，你就一定會贏。記住，投資唔係鬥聰明，係鬥穩定。希望下條片見，再見。